火紅人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9場賽事一班，1400米嘅路程，10號大熱，首飾太陽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今日前面快啲嘅馬，中間首飾太陽粉紅衫搶啦。咁啊，見到喺佢外邊呢，仲有好健康啊，埋邊萬事勇大愛當仲有飛來猛啊。咁啊，再見到第5位同個夢想啦。咁啊，出邊喜多型，黑衫英勇大師，再後邊有幸運如意包裝鬥士啊。尾5呢就係夢仙，尾4係火紅人啊，尾3豪日，尾2旅遊大哥暫時包尾呢就係二寶嚟㗎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飛來猛放，外邊好健康，殺得入嚟內欄第3啦，粉紅衫就係呢隻首飾太陽啊。咁啊，第4位萬事勇啦，內欄第5同個夢想啦，再後邊有喜多型啦，包裝鬥士啦，黑衫就英勇大師，後多少個馬匹呢？有呢個幸運如意、火紅人、夢仙啊，尾3內欄旅遊大哥出邊二寶啊，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隻呢浩日嚟㗎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係飛來猛拍住好健康，內欄第3首飾太陽啊，響外邊萬事勇上啦，再見到呢，唔要內欄移出嚟中檔呢，咁啊仲有就係呢個同個夢想啦，響埋邊包裝鬥士啦，外邊追有英勇大師啊，鬥到嚟最後3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見到埋邊首飾太陽已經係上咗嚟啊，中間有萬事勇好健康，外邊英勇大師最出幸運如意上緊嚟，最後100零米首飾太陽埋邊，中間萬事勇，外邊幸運如意上緊啊，最後50米埋邊首飾太陽都好有機會到先，中間萬事勇出邊呢，就係呢隻幸運如意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埋邊呢隻首飾太陽啊，咁啊又係出閘嗰下呢贏晒，結果就貼咗埋欄嘅位置，就慳咗好多位，贏咗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係中間萬事勇，出邊呢留得較後啊，幸運如意追上嚟，跑第4名呢就飛來猛啊！大熱取勝，不過大熱 Q 就俾隻萬事勇揞住，跑第3幸運如意，第4就飛來猛啦。開晒大冧把，都幾慢啊！呢場 pacing 就係啦，輕磅當鋭嗰啲馬，你都好難過得到佢哋啦。仲有一隻輕磅啊，跑第5咯，係咯，好健康啊，臨尾都斷啦。1分22秒25嘅時間啊，兩條馬頸。組合獨贏3揀1，勝出組合 A1 隔夜熱門派12蚊。咪係 B 啊！路有鬼鬼，同山同阿美姐轉翻條 Q 啊！4連環派129蚊，4重彩派2464蚊。好正路啊！呢場係啊，嗰兩隻就熱啲咯，但係飛來猛其實都叫做第3熱門嚟噶啦，13倍臨尾落飛去到。萬事勇臨尾亦都着綠格嘅個 win pay， 都跑得好呢度。都係隻深不可測嘅馬，跑5場贏4場嘅啦，香港。4、5名一隊都算係賺咗啦，即係講緊飛來猛同埋好健康。咁飛來猛貼住條欄啦，咁頭嗰2段亦都步速偏慢啦，咁亦都放得舒服嘅飛來猛其實好健康，咬住佢啊咁樣。根本你見到莫雷拉都未過入邊嗰隻，已經望出邊啦，邊個追緊啊咁？未過飛來猛已經望一望，離人萬事勇都胸有成竹啦。咁亦都熱烈祝賀啊！馬主獲得港幣25萬元嘅遞增獎金。克服埋佢1班啊嘛，2班嗰時俾咗75萬你，1班整埋個尾數。咁啊嚟講跑咗5場賽事，4 win， 1個第2。咁啊今日就反先返飛來猛啦。幸福指數首飾太陽，睇場內影片，冇咩特別嘢可以去參詳，係起步慢咗2隻咯嚇，二寶慢咗啲啦，紅線都係後邊嚟嘅。
前面走嘅我哋見到萬事勇都預咗你走㗎啦，咁但係呢，首飾太陽幾步就過咗你先喎嚇，咁啊開面又埋緊嚟㗎啦，好健康同埋飛來晚啦，咁啊係4隻馬走咗喺前面。然之後見翻就係入邊嘅同個夢想，跟住就係嗰隻喜多型英勇大師，正後方黑白橫間袖嗰隻咧，黑黃橫間袖嗰隻就係幸運如意嚟嘅。入面係包裝鬥士啦，夢仙啊尾5個位置，後面火紅人豪1啊，旅遊大哥尾二包咗嚟尾二寶。直路追得最多就係嗰隻幸運如意啊，都真係幾誇張添啊，追得嚇。因為相對佢較為蝕啲形勢。咁步速唔快，佢臨尾都可以逼近翻頭2馬㗎。如果佢追得到條 Q 啊，呢隻馬同嗰隻幸運，即係同嗰隻頭馬邊隻高邊隻低都唔敢講。到直路，差個位出嚟嘅莫雷拉就定啦。所以就話好早都已經望出邊啦，邊個追呢？英勇大師加咗程又唔見得有咩特別啫喎，一路都喺嗰隻幸運如意前面嘅，翻到嚟俾人哋走甩咗。睇下個分段時間啦，都偏慢啦，13秒56、22秒61、24秒02，頭3段係慢步速啦，跟住末段爆22秒06，總時間1分22秒28，總時間係慢於標準時間7線。